湾话艺术水个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和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迄天，咱解文说理的制作人甲国情啊叫去，讲安那呢？讲国情啊，有一寡观众朋友咧学了你节目做甲袂歹，结果吼，你拢四界去龙阳，我拢知。即句龙阳安怎样解说？就是讲，本来咱做人爱顾谦，结果你毋是。代志搬咧四界讲，一支喙四界说，讲甲赢飞。啊，当然龙阳搁另外一个解说，国情啊吼，顶礼拜，遮阿彩啊，输甲规裤底，我拜托讲吼，甲你借钱你毋通讲，结果我的秘密你煞去甲我龙阳，莫讲跋筊啦，国情啊，无啦，我咧记咧，我咧讲吼，秘密咱共摕出去，四界说，四界宣传，安尼嘛是叫做龙阳。我查大日大词典内底都有一句词，表示讲日本时代台湾人都有咧讲这。制作人讲国情啊，你拢袂顾谦，你拢四界去龙阳，我有收到耳风。啥叫做耳风？耳风就是毋是咱两个人当对面讲的，是我伫外口面头拄啊国情咧讲四界龙阳，结果第三者看袂做的。去讲吼，制作人听，是旁边的人将消息传转来，安尼叫做耳风。咱啊现代人咧讲，就是讲叫做风声哩。啊，我哪去查，原来日本时代老辈都有咧讲一句耳风啊。毋过即马少年家看得讲，所以咱甲捡转来，咱甲留落来。讲来到遮，制作人经到头甲我答咧，讲安那，讲老细，我要甲你劝几句啊。哦，讲着即句老细，毋是真正讲共爸母生兄弟。是偏偏男性拄男性好意的称呼，加我的年，加我的辈，你甲我叫老细。当然，好意要甲我讲啥？国情讲到即句老细，较早我拢想讲这是华语影响，结果毋是。大日大词典内底人早就有记载，表示日本时代人就有咧讲啊。制作人甲我讲我甲你点打，咱做人爱顾谦啦。点打，即句点打即马原来真罕得听啊呢。点打就是啥？就是高情，就是拜托，就是参详。有一句足土话讲，点打囡仔毋放尿，咱知影有囡仔你爱甲饲尿，无伊袂放尿呢。安尼叫做点打。啊，这原来大日大词典内底已经记载甲明。日本时代人都有讲的台湾话，讲到这，国情要洗清一下。我足认真咧做节目，我原来足认真，伫咧要甲节目一项做好。啊，我绝对袂安尼弄样，我真顾谦。这阵故事是我家己编的，是讲趣味的啦。